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8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过去总是予人较严肃的印象，甚至有真侪民众从来毋捌去过议会。结果这摆议会举办灯会，除了互民众大大改观，而且伫灯会最后10天，佮引进台中家乐所制作的冠军会灯，同时佮会逐工抽奖，有电视、脚踏车等等的大奖。市长郭信良表示，灯会对3月10号开灯以来到27号参观人数已经突破16万人次。市长上午伫10位看党派议员的小厅，再出来报告好康的消息。要去剩最后10天的展览，伫建筑师工会赞助将加码摸彩，逐工送价值10万块的奖品，包括大人的电视、顶家电以及囡仔的脚踏车、甲文具用品等等，相当丰富。邀请市民甲全国民众把握机会来上会灯，给当抽大奖。那我们加码大放送从明天晚上开始，原则上每天的8点15分开始摸彩。那我们摸的奖品呢，有分呢大人和小孩子。那小孩子的奖品呢，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呢，泰迪熊，还有脚踏车，还有他们非常实用的学生用品。那大人的部分呢，另外一个摸彩箱呢，就摸出呢一切的电器用品和家电用品，还有最高是电视机，所以我们就天天送所以呢，这个整个每天的奖品呢，价值都超过10万块的奖品，每天要分送给所有台南市民。另外，市长嘛相当骄傲，灯会期间台中市会嘛包车来参观，并且带伫白河旅游，甚至也有日本旅客专程来上会灯。所以为了让灯会更加有看头，最后阶段嘛将引进台中家乐去年所制作的冠军会灯，同时将议会西边正式台湾造型的花布等立体化的装置艺术。细只的细卡，还有那个有线的那个青蛙，明天会加码50盆的莲花，会放在两边的水池。那青蛙呢，下个礼拜就到了，小小的会再加码，让这个整个地方呢有生态有鱼，可以来这边观赏。议会再次提醒，对3月29号开始，一直到4月7号，每一天下晡5点开始，到暗时8点，无分大人囡仔来看会灯，可当领摸彩券抽大奖。台南市议会看灯会，天天送好礼。台南市议会看灯会，天天送好礼。台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过的。目前市府伫新市安平、嘉里、连德南营这5个所在设立亲子幼幼馆，提供0岁到3岁幼儿免费使用。安南区在地议员黄丽娇、李中琴等人，上午伫社会局的业务报告，都要求市府伫安南区嘛要赶紧规划，才符合民众的需求。上午伫社会局的业务报告当中，议员黄丽娇、李忠诚等在地议员特别针对安南区区域这么大，不过到达拢无一个儿童亲子馆或者是幼幼馆的公家资源来提供0到3岁儿童免费活动，以及各项亲子教育工作等等的设施，所以要求社会局尽速规划适当的地点，比如大港文化中心附近来做规划。安南区到目前为止，好像都没有一个属于儿童跟家长活动的一个空间，就是所谓的我之前有跟你提到亲子馆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你们是不是有在做这一方面的一个规划。另外，议员林义进也烦恼时代转变，儿童虐待事件只会增加未减少，所以要求社会局伫通陪管道、关怀系统一定要具体落实，避免未成年产妇所造成危害再次发生。从这样的事件来看，我们是不是社会局对于这个事件发生后对于这些未婚妈妈或者是这个单亲妈妈，这种
社会局有没有增加对他们的关怀？那有什么具体的方案没有？关于未成年产妇了哈，就是说这样子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妈妈的部分，那我们过去在我们的社家科里面就有相关的一些，包括有通报服务。那这个部分其实包括我们的也跟立新基金会有合作，好，那长期对这些我们的这些所谓未成年产妇妈妈的部分做处理。那另外，其实之前还有一些包括可以让他们住宿的一些我们的马尔甲的部分，但是这个随着我们民众的需求不一样，其实像那边后来就发现没有人要去住了哈，那所以我们另外再做一些滚动式的修正。另外，议员嘛纷纷关心市府提供予身心障碍扶康巴士目前委外经营的运作情形，数量减少高。对此，局长坦承，目前也是以市区为主，偏远地区也是无够，所以希望民众就医的部分配合离峰的时间来预约，以减少供应甲需求无法度平衡的情况。咱来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目前台南市有674个社区发展协会，议员蔡淑慧表示，真侪协会财务并无健全，这期市府伫工作报告只讲好听话。伊强调，特别是伫个协会理事长移交了后，甚至连公共财嘛对咧落跑，所以要求社会局爱彻底去了解。根据社局伫议会书面报告，针对社区发展协会财务正常运作的写法，议员蔡淑慧完全袂当认同。伊表示，这社区发展协会毋是改组财务无转交，甚至也有公部门的基金伫移交以后无去的，造成后续营运出现困难。要求社局爱彻底了解，毋通写好听话。我们也不理会，不去追究。甚至有一些是以前发展协会成立的时候，有所谓的公部门给的50万的基金也不见了，所以造成后来新成立的一些社区发展协会的营运会产生很多的困难。这个部分拜托局长你能够去了解一下，好不好？这不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好。这算议员进一步表示，县市合并以后，到达协会总共有674个，不过随着区域调整甲理人整并以后，议员嘛烦恼行政的作为无法度介入民间人民团体做法，甚至会有所冲突，所以要求社局针对议员合并的协会主动协调。是不是以前有很多的一个里合并成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因为透过人口的增加，变成了很多里，然后这个发展协会可能要变成1分为3或1分为4。现在是很多的发展协会，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我们的里合并之后，变成一个发展协会？既有的发展协会，我们还是尊重它的存在啦。我知道议员在讲这个，其实真的是，但有点困扰。但是因为原先的那个里在合并过程里面，原先它就有它的一个不同里，还是有他自己的生活圈啦。你起码这个阶段，如果也被甲公通并在一起的时候，事实上有点强，而且是民众，因为社区发展协会是人民的团体啦哈，所以我们硬是要把它协调在一起，有时候它有它的困难度，所以这个阶段我们是认为说先让它就各自存在。你觉得还是让他们各自存在？那未来看怎么样哦？因为毕竟议员讲的没错，就是说那个行政还有在社区里面，如果说没有很一致的时候。这包括我们区公所都很难做事，对，没错。所以，另外，议员嘛针对劳检人员到企业执行公权力时，因为态度无好，互民众感受到就是官威真大，而且已经引起民怨来发声。对此，局长嘛表示将全力了解，进行改善。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应用南科将要进驻的台积电顶厂房所需要的水资源，市府规划要将安平水资源回收中心的设备甲技术再度升级。市府伫28号下晡召开通报计划说明会，甲来自国内外水资源处理业者深入讨论。由市府水利局主办安平水资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计划28号下午召开第2届的招标说明会。为着要提升大台南回收水的品质甲数量，市府伫内政部营建署甲经济部水利署的指导之下，要来打造全台湾上界大规模的高科技产业再生水的应用，同时来解决掉大台南地区公共用水欠缺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建构一个再生水的利用呢？其实对于我们在整个
大台南地区呢，我们在南科的这样的一个工业园区呢，这个部分呢，我们怎么样去做结合？然后，其实我们有再生水的计划之后呢，民生用水当然就会比较宽裕。所以呢，我们市政府呢非常努力的在推动这个计划，也非常感谢我们营建署、水利署跟南科管理局这边呢，能够一起来努力。那么各位参与这个计划的厂商呢，刚刚就像林处长讲，各位的参与讨论呢，可能对于呢我们的未来呢这个计划的实施，对于台南市呢未来在整个再生水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呢，具有重要的贡献。也希望呢各位都能够成为我们未来的工作的伙伴。那在这边呢，预祝这一次的我们这个计划呢能够顺利成功。这个设备全面提升过后，所制作出来回收水将会当符合真侪项的检验标准，要用来提供给高科技的厂房来使用。为了稳定这个水资源的再利用稳定的话，那提供给我们台南地区的整个高科技厂来使用的话，我们这个再生水的推动有必要。那这再生的推动是在102年中央大力来推动。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那中央有6个示范厂。那这几年努力的话，在台南有永康，就是昨天我们有一个永康污水厂的那个动土了。那我们这个是安平，是整个提升整个再生水的设备再利用。那整个管线除了这个提升这个再生水的设备以外，一个水资源中心厂的高阶的厂以外，还有就是22.42公里的管线一直到南科。供那个台积电、联电还有群创他们来使用。假使这个计划若顺利推动的话，预计伫咧131年6月份会当完成第一阶段的工程，每一天供应1万吨的水。113年第二阶段完成了后，每一天将会当供应3.7万公吨的水，提升整个大台南水资源的品质甲数量。台南新闻网者采访报道。铁困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中华传统宗教总会成立主要目的是希望促进每一个宗教之间的和谐。28号上午，特别前往台湾守庙天坛上香参访，由天坛董事长徐国润专程陪同，向访业就宗教信仰理念进行交流。中华传统宗教总会一行人抱着虔诚的心，来到台湾守庙天坛，向上帝公上香敬拜之意。中华传统宗教总会这届特别前来，甲台湾守庙天坛董事长徐国润针对宗教方面进行意见交流，并传达出希望每一个宗教之间拢会当和谐共同相处。这点嘛，得到台湾守庙天坛董事长徐国润大大的支持甲肯定。非常的欢迎，就佛光山的很多的大公主、大功德主来台湾守庙天坛来访问，那甚至于来参香。那我个人认为，宗教的交流还是联谊，我想对台湾整个社会都是非常有帮忙的。至少就是让我们人心向善，让我们社会更和谐，更有人间的温暖产生。
在咧讨论的过程当中，中华传统宗教总会也特别邀请台湾手庙天坛会当伫12月25号来到佛光山参与因所主办的世界新民联谊会，大家做伙欢乐。今仔日就是互咱这个佛光山南台别院有群法师的带领，一起来到我们台湾首庙天坛，来互相做一个交流，做一个参访，啊嘛非常的兴奋，邀请咱台湾手庙天坛会当伫12月25迄一天，会当来到佛陀纪念馆，我们大家共襄盛举，共同尽一份力量，让我们世界的宗教能够和谐，促进世界的和平。宗教的目的就是要劝人做善事，帮助每一个人来修行。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嘛，希望会当互每一个宗教之间，拢会当互相理解、尊重，来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儿童节将要来到，教育局特别规划一系列丰富的活动，除了阅读，还有文学走读导览，甚至连南营天文馆也推出相关的活动，要让小朋友度过有意义的4月。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为了让台湾的儿童拢会使度过一个难忘的儿童节，市府教育局特别伫4月份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大小作家来讲册、文学路线行读、绘本故事的演出等等。教育局希望透过这有知识性的活动，让小朋友会使快乐的成长，留下美好的回忆。大家知道4月4号儿童节即将来临，那我想，这个是属于孩子的节日。那过去也许大家就是没有非常重视，我是觉得台南过去也比较偏向在稍微文学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也希望说，今年是不是变得不一样？所以我们鼓励各学校能够办一些创意的儿童节的一个系列的一个活动也许之前好像讲说上下课颠倒什么等等那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回来，让孩子变成是主人，但是他又这些活动又是有意义的。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我们台湾是有所谓创意的征集，不过比较少的，比较可惜只有14所学校，只有我知道的学校是没有提出来，但是不代表他们的活动是不精彩的，所以我想这个系列活动，我想我们台湾是在今年应该会变得不一样。这届伫南营天文馆嘛举办了侪相关的活动，现场嘛安排了好耍的闯关游戏，同时也有做机器人甲3D 的影片会使体验。连假期间，还有12岁以下儿童免费的优惠。鼓励家长多多带囡仔来熟悉天文相关的知识。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桂林区的10号教育联盟成员涵盖当地大学、高中甲国中小，每当拢伫个儿童节的前后举办艺术联展。这届展出将近800件的作品，包含彩绘、版画等等，伫个28号正式开幕。现场有着大潭国小小提琴的演奏，为这届10号艺术联展揭开序幕。今年已经迈入第15届桂林10号联盟，成员包括了当地的大学、高中、国中小，透过联盟的方式，提供学生一个展现自我成果的平台。今年的艺术联展以着意想归人为主题，伫桂林文化中心展出了将近800件的作品，作品的内容包括了水墨、陶艺、多媒体的创作等等，相当精彩丰富。我们归仁区同盟会10校联展呢，这在我们归仁区已经非常多年了。那最大的一个意义呢，是让我们这个10个学校的孩子，他们的艺术作品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到这个文化中心来做展览。因为一般的孩子，他们的作品大概都只能在学校里头，那能够透过这样的机会，可能可以开启在孩子们心目中的一个艺术的种子。那或许在若干年后，我们会培养出毕卡索，我们会培养出梵谷，更或者我们每一个孩子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个艺术的种子种在心中之后，他们的长大之后，他们的生活会是一种艺术的生活，这是我们同盟会最大的一个意义。透过安尼的活动，让桂林地区的学校会使运用艺术来交流，
鼓励学生多多参与艺术创作，同时嘛会使提升当地人文风气。校方嘛邀请民众会使多多来欣赏这个作品。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分的天气，温度23度到29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3月2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